国内这医护人员卡手是真欠，台大病院工会监医分会呢，今仔日特别开记者会，讲这病院呢，当年这卡手拢无够，所以工作的这负担是真大，而且加班费要申请，阁受到刁难。都护理师伫咧5档以来呢，已经累积10万块的加班费，阁安尼互人甲抬掉。卫福部长邱泰源是回应讲，这病院袂当欠任何基层的加班费，已经要求好好啊处理。 5年血汗，拒绝恶意刁难。大声喊口号，手举标语。台大病院工会监医分会代表10外个人，29早起还咧落雨，去台大病院监医中心分院门口召开记者会，控诉病院长久以来欠人拢补无够业，历史第一线临床的人员业务真重，甚至对数补加班费去用刁难，互临床的人员伫经济甲精神受到相当的打击。一来一往，一前一后，他大概被删了接近300个小时啊！换算来说，这5年，他10万块的加班费就这样没了。工会表示，台大监医基层的人员最近根据院方的公告，办理对数补5年加班费的作业的时阵，错去病院这边甲申报的时数抬掉，亲像交班、医在点班、协助急救或者是困难放针等等临床的业务，本来就袂有签名或者是等院的记录。不过病院这边煞是硬甲时数抬掉。 而且人力无够，致使排班困难，医护人员一个一个离职的情形无解决，罢免会影响民众就医的权益。希望就是医的高层能够再进一步重视人力的短缺、薪资的问题、结构问题、加班的费用的给予。公立医院就需要一个制度，它是政府的预算，院长有表示，绝对不会欠员工任何1毛追溯的加班费。 工会呼吁台大监医对数补5年加班费的代志，袂使甲员工刁难，而且要甲工会展开协商。现在目前劳动检查的制度，劳动部应该改善，好较周知。卫福部嘛应该清点检讨临床运行工时违法的情形。现在台大监医这边到记者截稿为止，拢也无相关的回应。记者综合报道。